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我喺灣仔一間酒樓飲早茶。酒樓嘅位置就喺灣仔地鐵站嘅附近。當日嚟到嗰陣時，見到飲茶環境都好似幾輕鬆。我今次都喺 Google 嘅網頁上邊揾下灣仔地鐵站附近有咩酒樓。不過喺灣仔嘅酒樓嘅數量就唔係好多，但係都俾我揾到一間開業咗大約1年左右嘅酒樓。據我了解，喺灣仔區飲茶嘅價錢係會比其他地區嘅稍貴。不過呢度嘅點心價錢可以係19個8，要一份孖寶嘅話，2款點心嘅平均價係20個04。佢哋嘅煲仔飯價錢係23個8，亦都有好多款選擇嘅價錢都係20零蚊。呢度雖然係冇6個8或者8個8嗰類咁嘅價錢，不過你飲茶嘅環境睇落係幾舒適，仲可以一個人坐晒一張細台，同埋價錢喺呢個地區嚟講係算係可接受範圍，所以同大家分享下。酒樓嘅地點係由地鐵站步行大約1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嘅皇后大道東，跟住再喺前邊嘅合和中心行入去搭升降機嘅位置。我今次飲早茶嘅酒樓就係呢座合和中心嘅7樓。到達咗7樓，佢哋門口嘅接待處係會有知客安排入座。我喺朝頭早嚟到嗰陣時已經係過咗10點，行入去嗰陣時就見到裏邊就唔係坐咗好多顧客，見到靠近門口嘅位置仲有好多台仲俾人坐。飲茶嘅地方睇落去都唔算細。雖然係擺放咗唔少嘅座位，不過睇落去座位同座位之間嘅距離都好闊落，飲茶環境嘅空間感睇嚟都好足夠，應該唔會有椅背挨椅背嗰種情況。行得入去大電視機嘅呢邊，見到好多嘅飲茶顧客都係集中坐晒喺呢度。樓底方面就唔係好高，喺天花嗰度裝咗唔少嘅燈飾，光線方面覺得都算係幾充足。裝修方面睇落幾新淨，唔覺得有啲咩花巧。望落去應該都屬於休閒雅致嗰種設計。其實我頭先喺出邊行入嚟嗰陣時，門口係貼咗一張海報。原來呢間酒樓喺呢度啱啱開業咗1年，咁樣即係喺灣仔區嚟講，呢間算係新開營業咗冇幾耐嘅酒樓。我問過酒樓一個人嚟飲茶係咪需要搭台，佢哋答覆話如果情況許可，一個人都可以一張台，2個人嚟幫襯嘅話，嗰張細台肯定俾佢哋要晒。酒樓嗰支客最後都係安排一張仲未有人坐嘅細台俾我，不過就冇執走對面座位嗰套餐具。喺開茶之前，我問過佢哋，如果要龍井，需唔需要加收費用？佢哋話唔需要加收費用，咁我叫佢開壺俾我。不過拎起個蓋嚟睇下，原來係一個茶包。跟住睇下點心價目表同埋茶錢幾錢位。喺平日1至5嘅早茶時段，時間係朝頭早8點至到11點29分；午市嘅時段就係11點半開始；下午茶時段就晏晝2點開始。茶位費方面，喺早市同埋下午茶，每一位係收13蚊。喺午市時段嘅茶錢就收16。點心方面，喺嗰3個時段各有唔同嘅價錢。喺星期6日同埋公眾假期，佢哋嘅早茶時間即係去到10點半。喺午市嘅時段就係朝頭早嘅10點31分開始。下午茶時段照舊喺翻2點。茶錢方面同平時1至5嘅價錢一樣。點心價錢方面，早市同埋下午茶嘅點心都係同一樣價錢。喺午市時段嘅點心就會貴4至5蚊。佢哋喺早市時段有一張早市嘅優惠單。早市時段嘅優惠淨係得星期1到星期5，供應時間係朝頭早8點至到11點29分。有3款嘅點心，每一款都係19個8，係有佢哋嘅招牌蝦餃王、蟹子燒賣王同埋鮮蝦菜苗餃。呢3款點心每一款係有2粒，30個08嘅就蝦餃拼粉果，每一樣係各有2件。喺隔離有2款香噴噴煲仔飯，每一款係23個8。跟住再喺隔離有20款點心嘅選擇，係分開咗6種嘅價錢。大部分嘅價錢都係由23個8至到28個8，最貴價錢係有2款，就係30個08嘅和風脆皮腸，同埋係有37個8嘅原隻鮮蝦腸，最後嘅係有40個08嘅醒神孖寶。喺20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我就喺呢張單嗰度要咗一份40個8嘅醒神孖寶。我本身好中意食鮮粥牛肉球同埋香煎蝦米腸，我就喺呢份孖寶裏面要咗呢2款點心。等咗10零分鐘，首先嚟到就係香煎蝦米腸。阿姐拎到嚟嗰陣時係冇將啲豉油直接加喺腸粉上邊，係將豉油甜醬麻醬咁分開拎嚟。喺腸粉嘅面頭滲咗一啲芝麻，睇落係有啲賣相。腸粉皮睇落好似都幾薄，可以好清楚見到蔥花同埋蝦米包咗喺裏邊。份量方面睇落去應該係有8至9條。喺腸粉嘅外皮煎都有少少燶燶地，不過我覺得如果能夠煎耐啲，個效果可能仲好。擺咗上匙羹面嚟睇，覺得條腸粉都幾鬆軟，同埋睇落去應該有大半隻匙羹嘅長度。我用筷子整開外皮，見到喺裏邊嘅蔥花同埋蝦米嘅數量就唔多。入口嗰時，腸粉皮都覺得幾幼滑，喺裏面嘅蔥花同埋蝦米都幾香口。不過都係覺得腸粉煎得唔夠耐，冇咗一種脆皮嘅口感。不過食腸粉嗰陣時，都係要加翻啲豉油先覺得最好味。
跟住嚟嘅就係鮮竹牛肉球。我叫阿姐唔好將喼汁直接加落牛肉球嗰度，幫我用另一隻碗載住。喺一籠裏邊有3嚿嘅牛肉，每一嚿嘅牛肉份量睇落都唔算細，用嚟墊底嘅鮮竹嘅份量都唔算少。用隻匙羹載起嚟睇，見到外層嘅色澤都算係幾晶瑩，同埋都好清楚睇到有啲咩配料。我用筷子將牛肉擘開兩邊嚟睇下，見到裏邊嘅肉質帶有少少嘅鮮紅色，就咁樣睇落去就唔係好似雪藏咗好耐嘅肉類。配料方面，我將牛肉裏邊揾到2粒幾大下嘅馬蹄，入口嗰時覺得係有牛肉嘅味道，咬落去嗰時覺得肉質都幾嫩滑，同埋有少少大牙。喺裏面嘅馬蹄覺得幾爽口同埋幾清甜。不過食牛肉嗰時加翻啲喼汁，我覺得咁樣先係最佳嘅配搭。結賬嗰時1份40個8嘅孖寶，一位嘅茶錢係13蚊，連埋加1，總數係59。呢間酒樓嘅點心價錢同其他地區比較嘅價錢唔算係平，同埋呢度嘅早茶茶錢比起其他地區嘅酒樓價錢睇嚟好似貴咗2至3蚊。不過呢度始終都係屬於灣仔區，就算每樣價錢貴翻啲都係無可厚非。其實灣仔區嘅酒樓1盅2件，最基本嘅消費都要50幾蚊一個人，所以茶錢方面多幾蚊同少幾蚊嘅分別都係唔大，最後嗰個總數應該都會係50幾。呢度有張正價嘅點心單，有22款選擇嘅屬於精點，最平嘅點心係有5款中點嘅選擇，最貴嘅係有3款係屬於頂點。喺下低有6幅嘅點心圖片，估計應該係酒樓嘅推介。喺隔籬有6種唔同嘅包點選擇，喺下低有12種選擇嘅就係煎炸點心。喺張單嘅右邊有7種嘅即拉腸粉，再睇埋下低係有健康灼菜同埋啲特色甜品。再睇埋呢張點心單背後嗰頁，呢張單嘅午市精選小食一共係有18款嘅選擇。首先睇下左手邊嘅6款，最平嘅價錢係52，最貴係63。再睇埋張單嘅右邊嘅6款，價錢最平係53，最貴係60。喺下低仲有63蚊嘅鹹菜豬肚，金薯蜜汁一口牛就73。喺隔籬仲有脆皮燒腩仔係88， 63蚊嘅就係鮑汁炆鳳爪。佢哋仲有一張午市優惠推介，有4種燒味選擇嘅，每一鍋計嘅瀨粉、河粉、米粉，一共係分開咗3種嘅價錢。喺下低一共有22款選擇嘅就係精選優惠粉麵飯。我去問酒樓攞埋呢張下午茶單睇，佢哋嘅逍遙下午茶淨係星期1到星期5下晝2點至4點。下午茶點心有17款嘅選擇，一共係分開咗7種嘅價錢。最平係有2款就係23個8，最貴嘅都有2款係37個8。喺右邊有3款19個8嘅點心，不過每一款係有2粒，有一款30個8嘅雙拼點心，每一樣係各有2粒。喺單價下低有每碗35蚊嘅微步呈現，再喺隔籬有每款82蚊嘅優惠廚粉麵。跟住講一講交通，我係坐地鐵嚟到呢個灣仔地鐵站，再由 A3 個出口嘅莊士敦道，由前面嘅燈位行過對面嘅行人路，過咗馬路，跟住轉去右手邊向前直行，行前少少會經過呢條太原街，由呢條街都可以去到飲茶嘅酒樓。不過全條路都好多攤檔，所以冇咁好行，我就選擇翻向前行去下一個路口嘅春園街。跟住呢條春園街嘅行人路一路咁行到尾，好快脆已經嚟到呢條皇后大道東。飲茶嘅酒樓就喺前面嗰座嘅合和中心嘅樓上。橫過咗馬路之後，跟住由呢個入口行去搭升降機嘅位置，或者可以由頭先個入口隔離乘搭扶手電梯上去上邊嗰一層嘅升降機大堂。我今次飲早茶嘅酒樓就係呢座大廈嘅7樓。到達咗7樓，呢間酒樓就係國瑞軒，地址喺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7樓701號鋪。由灣仔地鐵站 A3 出口嚟到呢度，步行時間大約係10分鐘。各位，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 like我，未曾訂閱嘅請撳埋訂閱掣啊！下條影片見。